上次问判对王放之后，真相大白。他语是真的，记住他语是真的。送信，王放一跳起来了，慢着！上王呀，哦，真的那时候送信啊，不来过，人家离事业比，这封信你哪送上去？你到皇帝去讲，为啥啊？你4个人来信上，皇帝落不落管？皇帝落不落？出卖的杀人，甚至你出卖的。那么哪弄法呢？哪弄法在我看啊，10讲3，10讲多，10讲放，10讲有，做个劝他把皇帝上个当不能皇帝上当啊！哎，这个你要清爽。欺骗有2种，一种恶意的，一种受益的。受益的欺骗啥个意思？让别人讲体面能够保全。哎，上王要听听有道理。那么证据这个，走，两家队过来，打起庆功。上王要外头等一等，王放先到里向，启奏万岁爷，嘉靖皇帝。今年30岁，2立之年，上得神功赐把历史古玉，一表人才。现在季清宫批阅本章，王放进来，啪，别告了一个，必胜。谢万岁。后日去罪。长王千岁他又来了，要求见万岁爷嘛。山王兄也来着。哦哟，王兄啊，精彩的但没难嘛，不是第一大招。干嘛呢？王兄啊，个人汉的李来的备战几个。王方我备在，就上王兄进宫提驾。连日。王方答应得我的，晒万岁有旨，宣长子文进宫见驾啦。上次问答应啥？是令儿旨辽宝都带大进去进宫。可皇帝什么好了？毕恭毕敬，臣见万岁，万岁！王兄快禀神，谢万岁！来，一帮军等此手。玉面子来到皇帝总归请我手，谢他给军等把好，王牙叉身体受定。可王兄受定身体那么像门子啊？你去而复返，一来着，到底啥个事体啊？王兄，非向王兄去而复返，以后要事。啥个事体？为之你呀？你娘来封信，弄得我家头来，我心事重重啊！万岁，王兄，老臣方才回归家中。只觉得心中昏闷，故而松有进宫，若与万岁走谈。为待我里想心中昏闷，虽是不可问，此为重新进宫，也待我得实。你们为主是夫妻相慕王兄，莫非为贵家中与夫人不和睦？那不能说出来。王兄，不是与夫人不和睦，与因后心中昏闷。你娘个封信啊！那旁边是俺的人物不能讲。万岁，王兄，若你此日万请万岁开恩，便退走右，方能追上。王东堂在的一旁，不妨是的。至公们也
亲生的王兄有点没三啊！平常辰光脾气一国两下，你遇啥事啥的？我有今朝见个平台周围王芳流了了，你三高头不眼个，有啥个事体叫神秘兮兮啊？为此听门把水一回，公公他给统统推到外头，给他是有三个人，哪里还说走啊？啊，王兄，虽见雨神娃儿，代天不凡。那还讲着，不外头人，那皇帝个崔氏，王放在旁边，啥地方蹲在旁边呀？认真呀，个真人不白头的呀。哦，妹妹讲，王放说个，顶眼睛皇帝们是办事体，自家在窟窿里先要罢了。啊，万岁！王兄，有的此事，还要万岁开恩，使臣负罪之后，方能走上。哎，王兄啊，今朝你上个龙台家，还要勒啥点事的嘞？一些些嘛叫个平台周瑜，一些些嘛叫个势力无人，你有啥子呀？你都上告世代忠良。而且你手里想，位于跟西王御史个党王金币，上口当昏君，下口当路人设置，当杀人不抵命。我皇帝看见呢，并良心讲，我有点后事事的，你有啥个谁讲？万事不在嘛，势力无人。啊，王兄，神公是你否认，须见愚人娃儿，你可讲了。那放心在，你是我负责，我讲出来，等些你放上我裤浪头。万岁！提起此事，难以为解呐。怎样？那。上家是得是忠良，却待忠心塞上。但是啊，陶蒙深恩，风雨中那知晓美丽边空起风浪，我们上家吃了大事了啊！我就一听，个皇帝大鬼神经噶，只讲个江山也看到上高唱啊，到上高吃大事体啊！哦哟，啥个大事体啊？王兄，吃了什么大事了？媳妇她爱中配女婿，她今我上家今有聘方，她今我上轿另有偏方。哦哟，这皇帝的一口气总算松脱个噻，我当啥个大事体了？哦，你这个牙今我上街，他只一帮小来么？嘿，代理妈妈可总算大事体噶。我呀喏，三公六有70年费，高支部给3千零81个，为不满足嘞？为得我娘母子路人弄我养下来的嘞，你也搿种算事体噶？按我里个心，
王兄，哎，想三妻四妾搭上风，此事们后做大在。哎呀，万岁！哪里真笑？怎样？创下泼天大祸了啊！创下什么破天大祸了啊？批王是没地之太监，他非有几日也把儿让偏房有缘了啊！哦，这样一来，当要恭喜你们上家与杨天定了。啊呀，万岁！哪里真笑？怎样？偏房有缘，大红连腿，真是大红连腿。大王夫人没地分消息，大发来临，谁当上他的要爱中杀害那母子俩。大王夫人，他要杀人也凶了啊！一这人名字，我有个皇帝三个天使的个天上之龙这样。哟，王兄，这后来怎样了啊？后来嘛，怎样？松手为好啊！哦，怎样啊？你不长的爱中泪相聚，谁能对一双母子这样相好，长对相聚，母子两人便安抚时回归乡下去了。这样一来，风平浪静的了。哪里真相？先父他，怎样？哎呀，忧心忡忡啊！真是他忧心忡忡。媳妇是膝下无儿女，他总长谁门在胸当到后来那长的泪把真心事，媳妇是迢迢千里，年纪母子俩，批万日，他不愿离家乡，把孩儿放归上去。
家大门将先父先皇乡下年纪母子两人，偏房不如进京，放了孩儿跟先父回归京城。好，万岁，王兄，老臣讲了之后啊，不可知晓老臣啊。你我兄弟怎会知晓于你呀？怎样？实不相瞒，这个乡下私生的儿郎非是旁人。哪一个？就是老臣呐。上来是死傻子啊！真的别想。有个皇帝是靠啊！寡不知道，你虽然不是一母生身，但是心动动宝啊！哦，寡不知道，原来你是死傻子，而且的我还是死傻子，你两个的同行呀！哦，那么皇帝显得清。为啥平常辰光是俺生气的王兄，给今朝勒杀点事？一些嘛病态周瑜，一些嘛也势力无在，死傻子！大明的来法，死傻子不能做官的，你做官可是欺君之贼呀！代理妈妈，这个皇帝手里也判你是欺君之贼，那我手里我不会判改，他是判死你们，我非要比杀天大的人名字。定定你个心啊，王兄，万岁，放心别了。像此事们，朕宫廷如玉帝，谁可许必的？多谢万岁。这就好了。从此一往上家封禀郎姐了。封禀郎人，神心大快。哪里真相是真就吃大事了？哎呀，对你妈妈想高头是听他能够都也吃都是题材，又上家又吃了什么大事了吗？哎呀，万岁呀！我娘亲没的是心大，唐来是心要生儿郎，身家我进退两难，难飞山。倘若我来把亲娘生，私生的孩儿白龙山当上，我以后面目山上当。此事败露之后，老臣否有一面在监地为官。倘说不有相称吗？怎样？哎呀，倘若我不认亲生母，不孝之罪，我是罪内当，心中不念
我归内当。真在我一时之计，难定得。我梦是想起大面湾，狗儿我送于进宫，来接帝王，就反说今朝为我来做主张。哈，万岁！娘亲来了，首先神不是，不神又不是，蒙受相说万岁，乃是英明天子。各位兄有进宫，当面追上，为防万岁，为老臣做主。哈！家人开心，你当我自家人？搿种那个事体啊，把个臣子满满康康来不及。你非得当个皇帝红布托出，而且见个皇帝为你做主，也做主，也做主，一人当如应当人。对李妈妈，你个福气好啊！这样是啥子？你个娘来生一人类亲生儿子，我的娘22年因心不同，娘现在哪这个嘛不晓得？但是个家人妻之娘特可而成。王兄，事到如今，你家娘亲累了水心，要是你亲生的儿郎。我们大明可是一向立国的，既如你家娘亲累了水心，要是你亲生儿郎，你理当生了亲娘。神理当生了亲娘。是啊，不认亲娘，你君谁下放？好。我来讲啊，应当年夫人尽手相放，那么看男的，男人啊，应当那夫人啊，那皇帝三个中山，谁讲啊？搿么仔细打理打打牢，免得你滑脱。万岁！王兄。本在老臣心中疑问，难以定得。是今天君一席话，身托10年身，老臣理当生了亲娘。理该如此。好了，解决了。那留下来。留下来挖到里头上去了，啥地方呀？皇帝搿只圈套全部捉进了，那挖过去，搿么真叫是上子文、副将。第二次个周延龙今朝要挖过去，可以挖得来天衣无缝，搿是没办法。上子文要走到李身上去，总归走出来硬条条不去过里，走过去拉倒。所以。王兄，神道要亲吻万岁。可人追想，山东有一个美家庄啊。哎呀，门当我外婆家随了让美家庄。其实在问里呀，十家的我然花事，跟皇帝写美家庄里哪晓得？天里妈妈事前门当我口门里，特可以而成。真是的。可人最想，美家庄上
有一个内相府。哎呀，谁是个瓦不干呀？亦是君相弟呀！老相国忠心耿耿，保佑王家。当然，我阿公们当然是忠良。是啊，老相国他忠心耿耿，保佑我家。老相国夫妇两人膝下一女，见得宫中，配合洪氏先帝，是奸。他不在皇宫之中，反随口人追下啊！哈，那弄得我娘身浪噻！嘿，有事，刚刚个废话听下来，果然能个说。哦哟，啥子问啊，啥子问啊！你刚刚个废话，当山是讲应下来，谁本应了我身浪啊！嘿，我个身是我对你不晓得的，你哪会晓得？哦，本是一个人讲出去的，对不过来对着王放了浪口，应听说我个事体，还是你讲出去的。王放要好了，要喜欢两只龙眼不去说来我啊，跟我在杀头的。一下纸玻璃上抬出来的，岂止万岁爷，这桩事情奴本没有说过。哦哟，家人喷喷在一起，这啥分手狗谁狗谁站出来的噻？干么呢？被你哄啊！哈来哈去，我今这三路上害我是皇帝呀，哪管的哈？王兄，上次那王家之事，你血眼斗骨，立刻追下。估量王家之事，可是与灭门之灾的。嘿嘿，真阿不破。今朝你使我无才，对起你像铁皮板下来，你杀我杀不了个。啊，万岁！老臣要恭喜万岁，贺喜万岁！王兄啊，王兄啊，你已经在我楼里待的毛少个牙家哈。现在为了恭喜我了，后喜我，寡人喜送贺来。国太娘娘来信了。我没听错啊！国太娘娘，谁是我娘？来信咋？王兄，你得怎讲？国太娘娘来信了。这对分听错，我娘来信咋？王兄，我将蒙昧的身心塞得后去。听见个上手，王爷的心放了肚皮里去。蒙玉两个字出口，娘来要人的，碰上能立起来，视线身部并摸出来，双手举高头顶。啊，万岁！王兄，太后收信赞成。家人皇帝，哄上了立起来，不，双膝跪下，三公几个娘一步，遂立起身来。打怒风失信，这当水里位置里上屋顶没一口。实对是娘个心，啥子？辛苦老乡四个字，迷人当真，娘个事啊！娘个是我看得来说儿语说。宋山进宫，娘不了我身边，娘跟我想个事，我才到了身边的。天几娘谁拿出来看？看见他个封信，三个看见娘，眼里得光而成。母儿，呀娘啊！一记是心泪是心。
谁能决？我与侬龙泪分分，落兄心。夜风心，呼起我心底，气不口。夜风心，呼起眸子分离，谁担你？家人离离，我是谋黑皇帝来浪哭，旁边上子问王法阿秋一家不去啊！皇帝啦哭，你都不去啊，不能去，哭要让你哭。而那里向不里哭出来了，一生病。是这样的。平常辰光，你如果讲有点啥难过的事体，你要哭，应当哭出来。哭出来子对身体有好处。而那浪闷那浪。顶得也闷出毛病。王法呢？王法看皇帝辣浪哭，你旁边也不晓得呀。白了子皇帝一道哭，哭透一些，差不多在哭的辰光太长，伤身体干。万岁爷，你就别再哭了，哭坏龙体，奴才可担待不起啊！万岁爷，您别哭了。你到旁边再干哪去？家人哭子一拍，这个啥兄门是一场，儿是儿女思母之口，一下而成。旁边这个去了啦，但想着，哎呀，奴才心差分出来，娘心老下小少内容啊分析的哭昏他了还，眼睛眼里一个心哭开，心气啪吹出来，从头至尾口哦，明白在。娘了家屋里向大发岁寒，那么娘呢？人子的妻女叫义儿，恩杰母女是你命令之女。那么你身背浪向有双有望儿子，娘见我并力相守，也守，当然也守啊！非得因为你是我妹子，而且。我大娘儿子儿女因性不同，这个是一个娘怒风行宋代不见第一个愚公之神。快提门口啊！我们妹子了罗大王兄，非想去见我那愚昧身在哪里呀？皇帝可昏头着吧？万岁！哪来的愚昧娘啊娘？我可昏头了，还理那些的愚昧不愚昧啊？哟！王兄余生不惧，想送信的姑娘，乃是我家某位命令之女，亦虽是神宫的愚昧呀！啥？送信的我的是愚昧啊？银块分块袋里，高些赔礼来，七岁怕，所以愚昧娘娘在老臣家中。好，既然如此，王兄，你说说贵家，年岁愚昧进宫。立了之愚昧
兄妹相会，要何为其说？